在路上遇见一位很久不见的好朋友，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啊！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一句话哦，听清楚喽。안규모콘도你好吗？안규모콘도你好吗？안규모콘도你好吗？这么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哦。走。안규모콘도你好吗？你不是那个哦，忘记了，我是你的高中同学小博。啊？对啦，小博。哦，안규모콘도你好吗？当然好啊。哦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还好哦？OK。哎，我记得你不是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没有，我早就已经辞职了，已经不在那边工作了。啊，此条路辞职了？那你现在做什么？我现在自己开店做生意啊。哦，这么厉害，自己做生意做生意当老板哦，这样很好啊。没有啦，谁省离做得去而已啦。干嘛那么客气，那么谦虚？谁省离还小生意嘞？当老板就已经很厉害了。没有啊，对，我待会跟人家约在那边，你有没有电话留给我？你电话没有留到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喊中打这次电话给我哦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张磊撩啊。张磊了。张磊撩，再见喽，拜拜。记不记搞给好搞发都记清楚了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。复习此言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안규모콘도你好吗？辞职，此条路。做生意，做生意。有空，有閒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，傾下嚟講客家話。